來關心天氣，明仔載這鋒面就要來啊，全台灣攏會開始落雨。因為禮拜呢，也閣有另外一波鋒面要來報道，提醒觀眾朋友就要注意這天氣的變化。另外，這黃霜雨季呢，連暝就要到，氣象署也來發布預測，講今年落這黃霜雨主要的時間，有可能會是佇個5月中旬到6月中。這雨水量是正常偏少，中南部有較濟，尤其是山區，就要特別注意。台灣刷落來就要進入黃霜雨季，氣象署發布今年黃霜雨季的預測。今年落黃霜雨的主要時間，原說會佇5月中到6月中，總雨水量是正常甲偏少，若氣溫是正常甲偏懸。氣象署嘛講，黃霜雨主要會集中佇中南部，尤其山區要特別注意。在降雨的部分，我們也可以看到，5月是偏乾，降雨是偏少這樣子的機會，到6月的時候是以正常的幾率是最高的，在7月的話，則是又回到比較偏乾的幾率相對比較高一些。氣象署嘛提醒，這幾年黃霜雨季的總雨水量雖然無較濟，也是變少。不過落雨時間愈來愈集中，落地時強降雨的幾率加懸。另外，氣象署嘛提醒，若黃霜雨鋒面通過，天氣會變較無定着，食別單位講落大水雨、透強陣風，嘛要特別注意積水甲土石流，民眾嘛要細緻注意家己的安全。梅雨季可能發生這種劇烈的對流性天氣，那要特別注意豪雨、雷擊、強陣風跟小範圍的冰雹或龍捲風。在豪雨發生的時候，要特別提醒注意一下積水跟土石流這些複合性的災害。另外，氣象署講，雖然拜二好天，不過拜3、拜4有頭一陣鋒面通過，全台灣會落雨。尤其中部以北會落雷公雨，北台灣嘛變較涼冷。若第二陣鋒面會佇勞動節連假上尾一天到位，時到閣會變天落雨。連假有計劃要出門的民眾，都要隨時注意天氣的變化。記者郭正陽、林旭凱台北報道。